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3月4月赏桃花正着时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桃，桃学桃第5条。读桃这是读文音，桃就是果子名，咱讲桃啊。另外，还有桃仔树，这是一款木本的树栽，树壳较粗，叶啊长长，主要就是开红花。啊，那果子是加2型，小可黄花，也有红白啊红白。外口皮有淡薄仔毛，有桃啊，有人讲水蜜桃。这里白音读做桃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戴桃花，这意思就是讲查甫查某看到到地，拢会去撒到顶八卦，卖当讲是足有汉人，人一个看就介意。第二个词读做鸡桃啊，鸡桃啊，唔是桃啊，这是讲一般中等大细的鸡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叔少年戴桃花，足够拍七啦，去女朋友厝内，拢会掠鸡桃啊，佫会搬喙锦。讲到倒顶一支桃啊，一粒桃啊，抓桃啊，切桃啊，唔通去切到桃啊。迄当时的女朋友就安尼变做阿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桃，这是读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桃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